大家好，我係香港保時捷維修中心經理 Edwin， 歡迎嚟臨設備先進以及位置方便嘅紅磡維修中心。每部保時捷嘅跑車都係獨一無二，需要由專業培訓嘅保時捷維修人員進行保養以及維修。捷成汽車旗下嘅香港保時捷維修中心擁有超過60年嘅豐富經驗，不斷致力為客人提供優質嘅維修以及保養服務。香港保時捷維修中心精心為每位客人提供優質以及快捷嘅維修服務。另外，維修中心入面設有培訓設備，以確保技術人員時刻具備最新嘅保時捷維修知識及技術。而零件倉庫可以存放大量唔同類型嘅保時捷原廠零件。我哋嘅每位員工都擁有豐富專業嘅維修知識，無論係經典保時捷車款，以至最新高性能跑車，我哋都會提供最合適維修及檢測服務。時至今日，仲有超過70%嘅保時捷仲仍然能夠喺街上行緊，原因係當我哋維修每部保時捷時，都會選用原廠零件以及專業工具，確保客人嘅保時捷時刻保持最佳狀態。維修中心入面更設有舒適寬敞嘅休息區，客人可以喺等候時間慢慢享受 Coffee Bar 提供嘅飲品，或者利用入面嘅 WiFi 處理事務。最後，好歡迎閣下隨時聯絡我哋任何一位維修顧問，為你哋嘅座駕進行預約保養或者進行維修服務。多謝。